一个思念的地，仰望故乡的月，听着圣经故事，用生命见证结出人生甘甜。欢迎收听喜悦姐姐讲故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播的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喜悦。今日喜悦姐姐讲故事咱要来进行的单元是圣经故事点点听。主耶稣伫世上来传天国的福音的时阵伊用各种的这个方式来教导人，望讲咱人会当借到伊所彰显的作为，会当来远离错误的观念甲行为来转向天顶的精神。其中有一项就是比喻，真侪民众这个自古以来拢会当来善用这个比喻的方式来表达着美妙的真理甲价值互人听落去不但感觉亲切而且嘛感觉真趣味伫路加福音第15章主耶稣讲了一个真有启发性的比喻，就是浪子的故事这是一段什么感动人的故事呢？咱今日呢邀请到文婷老师过来到咱节目当中来分享到这段圣经故事。咱来欢迎文婷老师。老师你好。喜悦你好，厝边隔壁大家好的听众朋友平安。感谢老师搁再一次半夜咱知影老师的这个护理工作嘛相当的辛苦啦老师，你今日要甲咱讲到迄个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啦这个故事呢到底是什么款的内容？这个故事就是讲较早有一个做好嘢的老爸，伊有两个后生一个后生真顶真会顾厝，另外一个细汉后生就是一个浪子啦，爱佚佗安尼。结果有一天这个细汉后生就想讲，阮老爸遮尔有钱，无我就叫阮老爸甲迄财产分分的安尼。哎哟，要分财产要分财产，老爸搁伫的就讲要分财产这个老爸敢有想安怎？伊嘛是爱为就是伊爱伊的后生嘛，伊就把这个财产拢分互伊的后生去是这老爸哪会遮好嘿，我嘛都想有这样老爸。无第二句话啦，就分互伊啦过无偌久这后生伊就甲物件拢款款的，伊就算去较远的所在，都无和因老爸做伙住做伙就是敢若讲，拢无甲因老爸讲再见对，就分家嘛，对无分家了后，伊就家己就出去安尼。出去了后呢，咱嘛知影讲，俗语讲坐吃山空有无？对轻巧啦，轻巧得来的物件还是财米就知影一时就开了伤容易得到对因为因细汉后生嘛无啥物才能就知影讲要食啉享受就过无偌久就甲足济伊的财米拢开了安尼车花宴乐啦，会足紧的结果就开始伊就无物件通去食嘛迄时阵迄个所在搁大饥荒伊搁愈来愈散对无？是这时阵要安怎呢？后来伊就去一个人遐去饲猪饲猪哇较早可能台湾想讲饲猪无啥物要紧对毋过因犹太人因犹太人认为猪是垃圾的对，无洁净的动物即马讲即马该饲猪呢，就是讲伊是做迄人无爱做的工课，艰苦呢，真正毋过伊真欣赏猪的生活呢，啥呢？因为猪垃圾，猪会当食物件，有迄豆食会当吃物件，会当豆芽豆芽，会当食甲就是足饱安尼。哎哟，伊欣赏迄只猪就对伊过甲比猪搁较不如对，做垃圾的工课，搁过了比猪较不如的生活是所以伊即马就想讲伊真后悔啦，那安尼就走出来，无听爸爸的话，搁分家产，搁甲爸爸讲要分家产呢，出来外口，即马啥物货拢无是
啊，走投无路啊嘛。对。即马在想着第一件代志，就想讲，阮老爸因兜啊，嘛有足侪故宫诶，吼啊嘛有会当食物件啊。我想安怎搁会伫遮？我伫遮毋就枵死。哦，想到因老爸啊咧，对啊，即时阵就想着老爸啊，是想着老爸，就想讲得罪老爸，得罪了老爸，所以我就回去吼，我一定要扛老爸吼，好好啊抱歉，嘿，啊，甲伊讲，我真正是对不起老爸，嘿，真正对不起啊，所以有回转啦，有醒悟起来啦，真正，我阁好佳哉咧吼，对啊。好佳哉又想着这哦，想着讲老爸可能会甲接受吼，啊，伊也回去吼，因无想讲吼，要搁做伊的后生呢。伊想我做伊的工人就好啊，我互你请安尼就好啊。有即款心态阁袂歹哦，吼，因为伊知影毋对啊。对啦，阁惊因老爸袂接受伊。对，嘿。啊，后来吼，伊就想讲，好安尼，伊等伊老爸遐，伊嘛是鼓起勇气呢吼。啊，伊回去了后啊。因老爸看到伊，看到伊的时阵啊，哇，有够欢喜的啦！啊，就想讲，即个囡仔吼，愿意回来安尼，因老爸就甲伊讲吼，甲伊的仆人讲吼，紧来甲迄上好的衫，甲我摕出来，互阮的囡仔穿吼，啊，个迄手指手指，甲迄手指吼。挂伫迄伊细汉囝的指头顶管吼，啊，搁摕鞋仔来互伊穿。哇！所以这老爸拢完全袂甲伊计较哦，完全无计较。安尼等者咱来分享一下是安那呢吼，啊，搁甲上好的迄牛啦，拢抬啊，穿迄上青草的，真正穿迄上青草的等伊，啊，互伊向伊逐个讲吼，我这囝吼是失去搁得着安尼吼，啊，因着真快乐做伙生活呢。哇，真好的一个圣经故事呢吼。其实伫咧这故事内底吼，我嘛有一寡感触，嘿啊。会当和听众朋友做伙分享，因为我就想着讲吼，这个囡仔，你老爸拢还未死，就要分家产。对啊，而且心内佫想讲，我应该得的，这款观念奇奇怪怪的，敢若唔对呢，敢若唔对对啊，系啊。总讲啊，放伫咧即马吼，我讲，我的老爸也未死啊，我就讲开始咧计划啊，我开始咧计划安尼，敢若有一点要谋财害命的感觉吼，这不好的啦。想讲啊，这老伙仔当时要巧伊安尼，安尼唔对啦，安尼唔真的不对吼。对，啊，总讲吼，咱也是知影讲有道理，咱知影讲，伊即马是想着迄老爸财产对吧？对。啊，有当时咱伫世间上啊，买。看到像即款物件，钱财啦、健康啦，还是家己的事业啊，是。准讲咱也无想着讲，这拢是天父吼赐予咱的，啊，拢是白白得到的稳，白白得到的稳定，啊，拢俺感觉讲理所当然就甲天父来讨，我讲，哎，这本来就是我，就要互我的，对，啊，准讲咱来用这种心态吼。我想天父嘛真艰苦，有影。咱其实拥有的吼一寡才能啊，还是咱拥有的一寡家产哦，拢是爱感谢天父赏赐互咱。其实吼，老师若讲到这段道理吼，我就想到另类的浪子，就是讲吼，咱虽然讲到讲啊，这个细汉囝伊袂珍惜到这个老爸的这个温情吼，啊袂珍惜讲老爸伫咧身躯边咧甲照顾吼，迄款的感恩的心吼，咱有当时啊伫教会内底，你虽然讲无离开这个道理吼啊，但是你这个心已经来离开着神啊。啊，你虽然讲表面上啊，搁咧做圣工啦、来聚会啦、祈祷啦，但是你的心哦，对着神的迄个，应该讲对着甲神的迄个连接吼，已经无啊。我来讲一个见证吼，就是咱有一位执事哦，伊经营的一个工厂啊，结果吼转火烧厝。啊，火烧厝吼，拢伫安息日哦。啊，有一间吼，伊咧上午聚会这个时阵，伊就接到电话讲，啊，工厂火烧哦，头家啊，你赶紧来啦！吼，啊，咱这个技师哦，赶紧徛伊的乌多麦，赶到工厂咧。啊，好佳哉，迄大火吼，拢已经灭去啊！啊，同事来报告讲吼。啊，头家啊，迄道机械吼维护无好啦吼，所以吼引起吼迄个火烧啦，好佳哉吼无造成吼这真大这灾害啦。啊，恁就是就讲，哎哟，感谢神哦，感谢神。但是吼，伊虽然嘴讲感谢神哦，心内吼都开始咧懊恼啊。伊讲，
奇怪，几个月前工厂才发生火灾，是安那大家都安尼足注意甲防范咧，但是哪会阁熄火啦？这个时阵当真的即使伊的脑海当中咧怀疑这件代志的时阵，边仔就有一个女同事讲：“哎哟，较会遮奇怪，哪会拢伫头家去聚会的时阵火烧啦？”哇，这个女同事即句话就安尼真敢若重重捶了咱执事一拳呢。咱执事都雄雄想起来讲。对顶一位嘛是安佑林呢，所以呢，自从这个女同事伊讲的这句话开始这技术的脑海当中已经开始咧怀疑神的爱这个怀疑就会互魔鬼做工技术就想讲奇怪工厂拜人爱上班，但是伊拢去聚会而且伊佫定定甲同事讲讲这个安佑林是神所祝福的这个日子连续伫安佑林来熄火。这是要对同事来做见证这个做见证都拢破讲去结果这个郁准都一直伫心中来发酵。几个月这时间伊心中的感哇愈结愈深结果伊一寡负面的思维怨叹埋怨都愈来愈多甚至佫怀疑讲神你敢有看过我你伫倒位对神的这个信心就开始失落这就好亲像迄细汉囝迄信仰已经濒临迄个边缘所以这位即使的这个软弱神知影无知啦所以人伫咧顺利的这个时阵千万唔好高估自己的信心咱有当时嘛会变做迄个细汉囝因此这个即使有一届甲因新妇咧对话当中因新妇就讲神的意念关过人的意念神赐予咱的福气是比咱互神的更加济太济所以这个即使伊迄个意念一转哇规个人心肝拢开的伊就开始想讲安佑的熄火是神要我反省的这个机会，哪会当颠倒去甲神讨功劳埋怨神无咧看顾咱。所以呢，熄火是意外更加有可能是啥物你知工厂管理出现问题，所以熄火会发生伫安佑日咱边仔的人看是巧合但是有可能是神予咱的情绪，所以神爱伊去面对这个问题就安尼伊转到神的这个面头前，伊就跪落来向神来忏悔，甲迄个细汉是同款要转去因老爸的面头前讲做迄个过工就好啦所以伊就会甲神来忏悔就立志讲要阁为神来尽那个绵薄之意啦伊就回头来检讨工厂的管理佫进一步去检视讲这经营的环境已经变化所以像咱台湾即马传统产业拢歹做因此伊早伫咧这一届神互伊2届的时会当中就开始想讲这经营的环境已经开始咧变化，所以伊就赶紧结束这个台湾的工厂的这个决定伊结果做好安排2年了后伊佫会当伫咧获利够利顺的时阵去卖互别人呢但是伊的同业甲伊共款做工业的几年了后哇大家拢因为迄竞争力已经无去然后安那了钱归门所以老师你听到这个见证你感动没？真正感动就看到讲其实神拢帮伊有备好真经诶虽然讲迄时阵有当时人嘛是乖乖安歇你坐伫咧会堂内底听道理是毋过头壳内底毋来想着讲我今仔日的工课啦想有当时想讲我的股票是毋是搁落落来后礼拜要安怎是头壳拢会安尼想啦所以就变做讲其实心拢无伫咧主耶稣遐有影我伫遮就想着讲我较早做伫咧病院咧做护理师的时阵我嘛会看到一寡未有信用的人伊嘛是
已经破病啊，人讲病入膏肓，拢无药医啊。是啊，医生伊住伫咧病院创啥，敢若会当医生勉强去维持伊的生命。对对对。啊，毋过有的人吼，足想要去掠条健康。吼啊，伊个想着讲吼，伊要出去外口买一寡人讲的药啊吼，未来要求阮帮伊注射呢。安尼哦，啊，毋过人拢知影讲，伊即个医生嘛知影讲，伊即个生命一定无效啊，你知无？嘿，拢到尽头啊，吼。啊，毋过伊足想要掠条，就是会当活落去。对啦，对。啊，我嘛是有看到讲。伫咧生命的最后吼，有的人放袂落去的是啥？像讲我有一个较早有一个病人，伊就甲我讲，我想放袂落去的，就是因老母和因太太的关系，因为因婆媳袂合。嘿，啊，伊知影伊人吼，可能无性命无偌久啊，啊，毋过伊这吼，因两个关系吼，遮尔啊无好，伊无法度放心的走安尼。啊，这时阵我就想着讲，就先。阮常常伫看到人要面对死亡的时阵啊，伊就足想要去修复关系。修复关系哦，这样讲咧。有当时可能就是讲，想讲翁仔某关系无好，啊，人要走的时阵，就想讲啊，我较早最后悔，就是无好好啊，和阮翁啊，还是和阮某好好啊相处。嘿，好。还是讲和我的爸母，嘿啊，上济个会想着讲，拢无拜神呐。哦，对啦，嘿，拜唔着神，拜唔着神。即马啊，面对要死亡啊，足惊的呢。会惊，吼，和神爱先这关系吼，安尼先建立好。啊，未来俺当时要走，唔知影嘛。啊，毋过俺知影讲有一个神伫遐等咱。嘿，有影，俺都袂惊。对，老师，你过来要甲咱讲到的是龙珠比喻内底什么？即个龙珠心内底迄个灵内底机缘哦，就是讲，即囡仔细汉囡仔伊后来的嘛是面对着大机缘嘛吼。啊，即个大机缘就是咱性命内底吼共款吼，面对拄着大机缘，对，嘿，就先敢若讲吼我即马吼想讲我要去。做啥物会做啥物会，我人啊健康的时阵，有骹有手，我啥物代志我拢会当做着无吼。啊，甚至都讲我要拜啥物神拢无要紧，吼石头神嘛好，还是啥物神拢好安尼。啊，毋过咧，人安尼天父一直甲咱讲啊，我自由意志去选择你想要拜的。啊，毋过我其实我有甲你讲，我一直拢伫遮等你。嘿啊，而且吼。这心内底的机缘哦，都是无神的根伫咱内底。哦，对啊，所以就变说讲吼，讲一个屁股好啊，吼，俺看月牛嘿，月牛阴晴圆缺嘛，哈，阴晴圆缺，嘿，阴晴圆缺。啊，即马看到讲月牛有光照着的迄面，是毋是？俺就看到伊是啥物形状？对，啊，毋过啊，伊也光照着对啦，啊，伊也无光的时阵，暗嘛，暗对吧？对，啊，毋过迄个光敢有存在？有啊，个伫的对吧？对，只是俺无看到对吧？啊，所以就是安尼，俺心内底吼，若是无迄光吼，照着啊，就暗，对，啊，毋过迄个光其实是伫的，有影，嘿，啊，毋过俺无去承认，嘛无去甲吹。我讲这光伫倒位安尼，有影吼，嘿，啊，你也有光照着，俺的心内就光啊，有光的时阵，你就感觉有希望啊，对啦，啊，就袂着着迄个物质情，哦，对啦，老师讲了真好吼，因为咱即马即个社会吼，其实有真侪人拢看袂着迄个光，拢活伫即个黑暗，所以呢，真可惜就是吼，到尾伊拢选择家己结束了伊家己的即个生命，有可能就亲像老师所讲，伊得到迄个物质症，但是因为伊看袂着光，啊，而且嘛无人引带伊去选择迄个光啦吼，所以嘛无机会，因此吼，听众朋友，假使讲你今仔日若听到即个故事吼，咱即马讲到即个一段，啊，你嘛感觉讲你家己生活伫个即黑暗当中，嘛感觉真空虚吼，啊，你就爱来就即个光，就是吼爱来到咱真耶稣教会吼，啊来找到即位又真又活即个真神啦。老师，过来咧，迄个后生做啥物代志啊？一个伊就是伊想到有即个老爸啊，巧，对，嘿，真正在想到讲。
按真正这天杯就一直拢滴的啊，就亲像迄个光一直拢滴共款，迄个光对，只是看你要看到迄个光，还是你家己目睭开开，你不爱看到。对吼，对，嘿啊，这细汉后生吼，因为走头无路啊啦吼，啊伊就想着讲醒悟过来，伊就想着讲啊，阮老爸，嘿嘛是有足侪故宫的啊，哦，迄伊的转捩点。真正，伊嘛有想着。对，啊，第二伊就想着讲吼，我去阮老爸遐吼，我会先甲伊回息咧，甲归落来回息咧，嘿，啊，佮甲伊讲吼，以后吼，我嘛无配吼，称呼是做你的后生啦吼，无配做你的后生，啊，我佮做一个故宫就好安尼。哦，啊，而且吼，伊嘛知影讲，伊嘛不配啦。伊知影伊家己的罪是啥，所以伊谦卑啊，伊谦卑，后来伊就真正转去因老爸遐哦，这嘛是足大的勇气哦。对，嘿，所以老师伊是毋是有悔改3步骤？嘿，伊有悔改3步骤，先醒悟，先醒悟起来，真正是醒悟起来。啊，第二个就是认罪悔改。啊，第三个就是起来行动。哦，对。啊，伊就想着讲吼，啊，这个时阵吼，头壳才清楚，啊，目睭甲变光啊，伊就知影讲伊较早吼过的生活吼，就是爱受挥泪。哦，挥泪讲了这，哦，你台语这句有真赞。哦，挥泪好，我阿妈骂我是挥泪。嘿，就讲较早的生活吼，真正吼，毋是我佮甲老爸讨钱，吼，要分家，吼，安尼真正做不好诶，老爸个伫啊，佮过了费累诶生活，哈，伫外口安尼做佚佗囡仔安尼吼，毋过吼，伊就想着讲吼，安尼毋对，伊个想着因老爸，我想啦吼，伊嘛有把握吼，讲老爸就是伫遐等我。哦，你感觉有把握对啊？嘿，我感觉有把握。可能伊嘛想起讲，迄个老爸。平常时甲伊相处啦，对毋对？伊就是一个真挚爱即个老爸，啊真看顾伊。啊无伊讲要分家的时阵，因老爸嘛无第二句话啊。对啊，那是教育的艺术，你对啦。咱家己的心得是安尼。对，咱家己想法是安尼吼。啊，毋过伊嘛想着讲，伊是真正吼认罪悔改啦，因为伊就想着讲吼，已经无资格啊啦。伊真正无资格，因为伊。得是老爸，佮得是天安尼，啊，所以人吼，悔改过程嘛是安尼吼，安尼想着讲，我若是要得到天父吼，安尼慈爱吼，还是怜悯，家己嘛爱想着讲，家己其实是做毋对代志，对啊，我就想着讲，我的囡仔吼，我大概问伊讲，你知影你做毋对代志无？伊若是讲。我觉得我没有错，安尼我会愈生气。对，有影。毋过吼，伊若是讲吼，妈妈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我心内底吼，规个拢冷气啊！真的嘿，做老爸老母的真正有迄个感受啊，真正。所以咱天父更加是啊，对毋对？天父袂去要求讲，咱一定爱做到什么程度吼？你可以当来无？天父拢一直在想讲啊。你当时转来吼，我最想要原谅你，你转来，你紧转来安尼。我讲吼，我突然间吼，要甲老师分享到一段。我讲吼，你食爱餐的这个时阵吼，我就听到一个慕道朋友，已经慕道足久的啊。咱边仔有一个兄弟吼，都咧甲伊讲吼，你慕道遐久，你当时要受洗啊吼。讲话，突然间这个慕道朋友啊，伊就问咱这个兄弟讲，恁这受洗爱什么条件？大家拢笑啊，你知哦？咱这个兄弟嘛足古锥啊！哎哟，受洗咱有啥物条件啊？你只要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吼，是咱的天父，你就对啊！你袂歹哦，咱这无道朋友讲，好，你后一回我要报名。这简单啊！伊嘛是无道足久的啦，对啦，可能无人甲伊讲。
什么是？因为说咧，爱条件是爱交偌济钱。嘿，爱交敢若交门票安尼，啊，迄个伊就是讲外口迄款宗教，你爱个摕偌济钱去，才会当坐什么位安尼啦，毋对啦。哎呦，无啦，无遮复杂啦。毋对啦，毋对啦，吼，你这个想法毋对啦。按简单就是讲，我知影我较早做无好，啊，我即马吼要做主耶稣内底的儿女吼，我要做新人安尼。嘿，所以爱认罪，啊，过来就是受洗安尼。对啦。嘿，啊，后来即个细汉囡仔吼，伊嘛想着讲老爸阻碍啦，啊，所以伊就想着讲好，安尼我要转来老爸遐。是。嘿，所以伊嘛是决定哦，伊就起来啊，伊就行动。吼，毋是讲伫心内底安尼想诶郁卒，毋是哦，伊真正有行动，行动。啊，伊嘛有表现讲，我就是要转去老爸遐。对，所以老师头先啊真清楚甲咱讲着迄个悔改有3步咱爱做，就是第一爱醒悟过来，认罪，知影讲你有罪，所以爱得到主耶稣的保护的赦免。过来呢，你爱起来回去亲近耶稣，回来到真耶稣教会，来到这个有真心同在这教会来受洗安尼啊，你当然嘛是起来呢，爱行动呢，唔好干那一直伫遐想，有的人会安那呢？伊讲等阮爸母走了后我无拜祖先的问题，我较来受洗啦。是结果咱定定听到迄款见证就是啥咧？到尾伊安尼讲无偌久伊就车祸过身去啊！还有啦，我趁一栋厝啦，团队你莫叫我做新工啦，我即马读到硕士，我还先趁有够遐的钱我才来做新工。结果过顶年脑中风死去啊！所以老师头先甲咱提醒一点，就是讲你不能够只停留在迄个懊悔、后悔，你无起来迄个行动不可以。我就想着讲我进前有一个姊妹的见证是伊较早伊是食毒的我感觉这是无简单，因为医疗内底去看，看食毒还是食酒的迄真正是足歹解的，歹解，真正歹解。迄毋是讲敢若是靠意志力尔，因为迄身体敢若拢互魔鬼控制掉的。是啊，是啊。听讲因会敢若到遐你甲加呢？有的就是敢若还会出现幻觉。哇，迄足痛苦的，安尼足痛苦，歹解，真正是歹解。后来即个姊妹嘛是后来有来寻找主耶稣，是来真耶稣教会受洗。伊真正就把这个毒给戒掉，哇！真正是足大的见证，真正足大的，真正较早伊的婚姻甲伊的家庭，就是因为伊食毒的关系，拢支离破碎啊。是。即马你倒去看因兜的家庭，足委婉的，你就看到讲，就咱个想到讲主耶稣互伊的生命，个互伊的家庭足大的稳定。还有足大的改变，有啊！你讲人也要靠改变要靠家己，迄是无共，迄是无可能的真正的。有的人跋筊手拢互那个剁手，拢已经剁掉啊，10支剩1支安尼啦，嘛继续跋，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啦。所以转来到天父的这个怀抱内底你就绝对稳的总讲迄个细汉后生，如果毋是干那悔改人伊真正就是起来，紧转去厝的找因老爸安尼所以这就是去旧更新的这个转捩点啊。这囡仔，细汉囡仔要转去厝内底和因老爸做伙团聚这个过程我会想到讲，因为这个老爸拢徛伫门口的等因的细汉后生转来。对啊，而且远远咧，远远就看到伊真的。我就想到讲，我细汉的时阵20几岁就离家去读册，个去。你拢伫外口咧读册，拢伫咧外口读册。我若要转来厝里的时阵，我妈妈就讲，
啊，伊当时要转来啊，伊就知影讲我要转伊的时间，伊就开始穿好料的啊，厝内底也有烟肠啦，吼虾啊是高丽菜吼，就知影我要转去啊。拢你爱食，拢我爱食。哎呀，好感动哦，真的很感动。然后有一摆吼，我家人啊，嫁到中远的所在，啊，我就跟我妈妈讲啊，我就想要转去食你煮的菜啊。嘿嘿。啊，我伊讲就开车早时，安尼开7点钟，开转去到高雄。啊，我就看桌顶菜就是虾啊、烟肠和高丽菜。这个情景吼，都互咱想到头早文婷老师甲咱讲到迄个圣经故事，讲因老爸吼咧迎接因囝迄个情形哦，看到都走去甲揽呢，甲尖喙吼。咱文婷老师的妈妈吼，都虽然讲伊无去甲揽，无去甲尖喙，但是迄桌顶吼，遐伊介意食的菜，烟肠吼、虾啊、高丽菜，迄就敢若咧甲拥抱共款哦。阮按照行转来，哇，足欢喜啊！你吼，我拢免讲我要食啥，伊就传好啊。是，伊就甲上好的拢一定就准备好啊，等我转去食。啊，这个细汉囡仔，伊转去到厝内底，因老爸看到伊，真正是欢喜呢。啊，无佮叫人甲迄上好的衫裤起来好穿，啊，佮爱互伊穿下，佮会挂金手指，嘿，佮挂金手指安尼，甲上好的拢互伊安尼。这时阵。我也是这个细汉后生，足感动诶，嘿，我足感动诶，而且我会感觉讲我不配啦，不配，嘿，我进前安尼，甲你不好努力你，佮安尼分财产就安尼离家出走啊，结果我转来，我规身躯臭摸摸吼，安尼但是吼，你嘛拢不在乎这些呢吼，你佮无甲我气嫌呢，对啊，你佮用愿意安尼来接待我。对，所以这伫爸爸的心目中伊的后生永远拢是上古锥的啦，是毋是安尼？真正你讲到迄个爸爸吼，体会到爸爸迄个，都看到伊，都甲揽的，都甲浸吼。咱讲到迄个爸爸，可能听众朋友你体会袂到，讲爸爸吼，互咱的迄个靠山，互咱的迄个瓦靠。到底迄个感觉是啥物？有爸爸甲无爸爸差伫对？我来讲一个见证吼，这是咱曾恩龙长老吼伊所写的一个见证。我感觉吼，伊的这段见证内底，就会当互咱体会讲，爸爸伫的吼一偌尼啊安全吼，互咱有迄个安全感吼。咱曾恩龙长老吼，伊是第3代这个信徒，伊嘛是见证神竞选第1代的这个信徒，永亲嘛就看因兜是安那被竞选的安尼吼。伊有一摆吼，细汉的时阵，伊会记啊讲吼，是一个热天的暗暝吼，伊伫困的当中叫因母啊甲摇醒吼因为因兜迄落。迄海水倒灌，你知哦？毋知是做风台是啥？海水倒灌，全迄水吼，都浸甲迄正腰遮呢，因住迄农场吼，土石的迄落土角厝，土角厝吼，土角厝呢有迄个倒塌的这个烦恼咧吼，而且迄水一直涨起来啦。因兜吼都爱连绵咱会赶紧逃走啊！所以因爸爸都爱着伊用迄个草球啊，甲砍掉的，甲爱甲砍伫伊迄个卡车片安尼甲砍的安尼。因妈妈心情都挂着迄一寡迄包袱啊一寡生活当中要用的物件。因爸爸爱着伊，就穿到迄落脏水衫迄迄脏水衫都甲穿的缀伫后壁。结果因兜4支脚3个人伫迄个遐大的水就伫黑暗当中安尼慢慢行就为因的农舍行到迄个大马路，爱经过一条，敢若会当骑脚踏车的一个，小足细这个路啊，正手边是鱼群啊，倒手边是迄水田地，水田地伊的落差差不多2尺，所以会当讲是迄个。5支镜头冲过去袂看到你的镜头啊！水已经淹到迄个胸口的，都足危险的。听众朋友，你已经感受到迄个画面啊，很恐怖敢若在做电影。结果因老爸敢若靠一支手电啊，因老爸敢若靠着一支手电啊，我都足细腻行
咱整个路早了吼，就趴伫因老爸的骹只边，黑暗暗吼，迄个草树砍的拢看袂到啊。伊敢若听到爸爸吼，迄真紧的迄个心跳声吼，伊的头呢，就立伫迄个草树下骹吼，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因老爸就大声甲伊讲吼，免惊啦，你困啦吼。无念一句吼，咱这真龙长老吼，伊已经吼真正困去啊吼，起来了吼，伊已经安全吼，伫咧因这会当住的这所在。迄个时阵，伊足细汉吼，已经知影迄有够危险的哦。但是吼，当因老爸甲伊讲免惊啦，你困哦。伊就足放心吼，就趴伫因老爸骹只边吼，就困去啊吼。因为吼，伊足信赖因老爸吼，会带伊到一个安全的所在。所以吼，伫伊遮细汉的这个心灵内底吼，伊的老爸已经是一座大山哦。有老爸哦，都无惊吓这个代志哦。伊咧讲啊，伊讲哦，因全家伙啊吼，归主了后，基督吼，都加做因全家伙啊，更加大的这个山哦。所以生活当中吼，若有紧张啦。若有危险啦，若有惊吓，毋知要安怎，伊就一声哈利路亚，伊就得到迄个安稳的力量。因为吼，因全家伙拢知影，主耶稣吼，就是全能的天父啦，就是疼惜因的老爸啦。这有感受到迄个老爸的靠山迄款感觉呢吼。嘿，真正诶，伫咧上危险的所在的时阵吼，就想讲一句毋免惊，真正就是保证。对，毋免惊，所以细汉后生等到因老爸的这个怀抱内底，伊嘛毋免惊，伊都毋免惊。安尼天父心就是安尼，因为伊早就拍开门口，就伫遐等咱啊。希望讲吼，有一天吼会当紧转来，就像甲咱无道朋友讲共款吼，其实吼。只要你愿意转来天父的身躯边，只要悔改吼，认罪悔改立志重新做人安尼其实的天父吼嘛接纳咱。对啦，文婷老师有讲到讲吼，其实伊甲迄个细汉后生吼，要转去因老爸遐吼，因老爸远吼，阁足远的哦，因老爸都已经看到伊啊。因老爸看到迄个细汉后生吼，伊就动了诛心，所以表示讲，这老爸一直咧等这后生转来吼。所以吼，咱嘛鼓励咱听众朋友，只要你肯回头，肯回转吼，其实天父早都已经咧听好你啊。就亲像文丽老师头出迄个比喻真好，鸡牛，你若讲吼。暗暗你可能看袂到伊的形状，但是你有光的时阵，你就看会到迄个月亮的存在，阁遮尔啊水吼。但是你若看袂到光，伊就是黑暗；你若不爱面对光，伊就是黑暗。所以呢，迄个光有伫的无？有啊，伊早就伫的，伊原来就伫的啊吼。所以听众朋友，你就是爱面对即个光吼来找即个光吼，来到咱真耶稣教会吼，来查考道理，来体验到即个又真又活的即个精神。最后，老师你有啥物这个勉励要甲咱听众朋友分享？各位就是听众朋友吼，其实我家己嘛是我是读册的时阵，才来信主的吼，才来真耶稣教会慕道，过来才来受洗信主安尼吼。迄时阵虽然我妈妈和我妹妹因拢毋是信道啦吼，毋过因看到我受洗吼。大水受洗的时阵嘛，拢替我真欢喜安尼。我也是感觉吼，我受洗进前吼，和受洗了后的改变，就是讲，我感觉吼，我较快乐，对，较欢喜，是心较开，无我较早拄着啥物代志吼，紧张的，对，紧张甲会自律神经失调，心肝头噗菜安尼暗时拢无法度困，对，后来真正是拄着。认捌真耶稣教会了后，我相信吼，这是神甲我拣选的啦吼。我来到真耶稣教会过来就是心较开嘛较困会去啊。对。所以我想吼，这主耶稣吼，拢安排好啊吼。来我的厝内底吼，互你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对。这拢是无价之宝。真正无价之宝。讲互你嫁着好翁。真正，讲到咱的结束，真正是赞的啦吼。
感谢咱听众朋友吼，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主要所有这带领吼，咱今日文婷老师哦，跟咱分享这个圣经龙珠的这故事吼，咱就看见一个离开父亲的厝内底这个囡仔吼，虽然讲伊曾经放荡受苦，甚至陷落去人生当中上低调的这个日子，不过呢，因为伊一个错误吼，伊愿意来回头，转去老爸这个怀抱，安尼就对啊，就亲像圣经所讲的，人若肯认罪悔改，真心是信实公义的，的确会赦免咱的罪，洗清咱一切不义吼，这就是天父的心啦吼，伊袂计较咱过去做毋着啥物，只要咱肯回头回转吼，伊就要用永远的爱来爱咱。所以，亲爱的朋友啊，你是毋是嘛感觉内心空虚无瓦靠咧吼？但是你听到这个故事有了感动吼，但愿你会当趁到这个机会，赶紧回转来归向到咱的天父，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到喜乐。嘛欢迎你来到真耶稣教会来查考圣经。亲近主来体验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神天父哈！今日非常感谢文婷老师带来这样趣味哈，也个这样有启发性的这个圣经故事。咱希望后一回老师带来更加精彩圣经故事。感谢老师，多谢希望，好平安，平安。因为时间的这个关系，第一节目要结束进前，咱要请到所有听众朋友，跟咱做伙用到虔诚的心，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啊，感谢你的疼惜甲到怜悯。虽然阮有时阵会亲像迄个离开父亲厝内底的细汉后生，追求迄个虚华宴乐。偏行家己的路，得罪了你，嘛失去了伫主内的平安甲到喜乐。主啊，我亲爱的天父耶稣基督，感谢你从来拢毋捌来放弃阮，你一直用主爱的眼光来挺候阮，用你的圣灵来带领着阮，叫阮来醒悟过来，知影家己有毋对。愿意回转来归向你，主耶稣，求你赦免阮的过犯，洗清阮心内一切无圣洁的意念，赐予阮有一粒谦卑痛悔的心，帮助阮无论伫困苦、失志、软弱的时阵，拢无来离开你的道理，颠倒更加安安来倚靠着你，亲近你。愿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着阮，保守着阮行正路，行主所欢喜的工，成做你所喜悦的细汉后生。嘛愿你亲身来感动着咱听众朋友的心，互伊愿意来亲近你、明白你，得到你丰富的救恩甲到生命。感谢神，愿一切恶乐、荣耀、尊贵、宽饼，拢归到你的圣名，直到一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阿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时间过了真紧，咱的节目嘛将近尾声了。如果你若介意今仔日的节目内容，想要查考更较侪道理，欢迎好朋友来到真耶稣教会参加安教日的聚会。订阅阮的节目，留言给阮，甲阮分享你听完节目的感想。嘛，希望好朋友会当分享给你身躯边的人。感谢你的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我是希望咱后一回再会，平安。